有点好。Okay, got it. 诶，我 share 我 screen。今仔日3月第3。顶摆咱那是读到91页吼。对，就是讲巴肚疼，人甲挨落来安尼，对，并去喜树啊，爬山。嘿是，你对毋对？是91页应该算读页，了，对，91页读了，92页。买好，92页的第2段吼。是。是。写好，伊是写配合因阿母对无？好，是。好，写到遮，想要甲伊讲遮久巴肚疼，为啥？迄个遮久是啥物意思？讲遮久，敢是几句话？你看伊顶一段遮讲吼，伊顶一段即尾仔遮讲，真久无写批去甲你请安，毋知遮久贵体有平安啊无？哦，嘿，所以讲，嘿，伊即遮是要讲，若是我遮久巴肚疼，敢是最近的意思？对，就是讲，应该即个遮久即种讲法，我嘛是今仔日才看到，我毋捌你讲。哦，是啊，我今仔日才知影。可能阮若讲遮久，就是讲，就是讲，遮尔久。系啊，我对拄则我对即个词的印象嘛是安尼，遮尔久。毋过着想讲遮尔久，肯定即个所在意思无共。伊毋是即个意思。系啊，是最近，真正是第2点有收即个意思。敢若只有第2点有收尔，其他的词典拢无即个意思。是哦，遮久最近，遐尼久，当然毋是遐尼久啦，吼，应该是最近。我来记一个遮久。遮久好吗？遮久才看，遮久才看见。哦，好。即遮久才看见是讲遮尼久，究竟。遮尼久着了解，着较食音。好。等下我看一个啊，即个本文。伫下遮边下遮。遮久。滚来啦吼，就是这第一。遮久好。好，咱继续。好，咱来继续。好，好，写到遮，想要甲伊讲，遮久巴肚疼，已经有较好，可惜无收费。无收费。为什么是收费？毋是开钱的意思。这个所在是。所以是一个名词，大概的意思就是无通。收费就是你有钱通用无安尼，叫做收费，就跟他讲。就是无钱啊。毋是收费，毋是花费吼，毋是动词吼，这只是一个名词。嘿，就是华语的花费嘛是有名词的意思，嘿。就无收费，嘿。那敢若讲，嘿，你有零用钱无安尼？哦，为什么伫即个所在会爱讲到即个词？为什么就是无收费会影响伊爱写巴肚疼的代志也无？可惜无收费，嘿。惊了写
惊了写了老母烦恼。 OK，好，应该是伫台语内底讲所讲，问讲啊，你有所费无？吼，定然有时啊，厝诶人会安尼甲你问，啊，你有所费无？就是就是你你有钱通用敢无？有够用哦？嘿，嘿，你有钱通用无？安尼，嘿，你有所费无？对，啊，伊嘿，即只讲已经有较好，可惜无所费，哦，行了所以写这两了老母烦恼。嘿，所以这两个连做伙是为什么会安尼连做伙？就是我看嘛，本来是这个理路，本来是想讲，伊想要写讲，嘿，巴肚疼，巴肚疼已经有较好，可惜嘿，无所费。应该哦，是要了解了解了解，写讲这两个无钱通开啦。想要甲这两个代志斗阵甲伊老母讲安尼，嘿啦嘿啦，就是好，要甲伊老母讲无钱通用啦，但是惊了讲咧写老母的烦恼，电脑上毋敢写。安尼就了解。嗯，好，继续看。好，若要甲伊讨钱，嘿嘿，对，安尼，若要甲伊讨钱，伊若无钱，会互伊较结心。好，对，即个结心，决这是我嘛，心吼，我第二底有修吼，我嘛是拄则个意思，就知影意思吼，决心就是非会使讲，常艰苦。诶，非常受气、艰苦拢会使，嘿，肺肺甲是心头真艰苦，是决心。决心，好，决心，好，会惊，会互伊较决心，伊为着，伊为着我去伫远方，若有钱，的确会寄来我用啊，卖写，就伫批买天啊，不是，就伫批买天几若句讲，原理后照顾身体是心所愿，迄个诶是啥物意思？是心所原理后照顾身体是心所愿，这是我心所愿。哦，是，诶这是我心所愿的诶事，好，安尼诶就了解，诶，好，好，因较早这长老教会教友写祈祷是安尼讲的吼，嘿，这是我心所愿安尼，就是祈心所愿，祷煞安尼讲。嘿，是，好，一九，这敢是爱讲空，也是是有白讲法，好，一一九九空空，空空，一诶，九空空九月一日，不9月1号9月1孝日会使，啊，九月一号，好，不孝离，诶今生拜病，诶，好，了解，好，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好，写到遮，写到遮，想要甲伊讲，遮久腹肚疼，已经有较好，嗯，可惜无所费，惊了写了老母烦恼。若要甲伊讨钱，伊若无钱，会互伊较结心。伊为着我去伫远方，若有钱，的确会寄来我用。啊，卖写，就伫批尾添几若句讲，愿你后照顾身体是心所愿。1900 9月1号不孝离，今生拜病。嗯，好，继续好，诶，好，批假去了，就转来房间，暗前祈祷上帝啊，祈祷上帝。好，暗前的意思是暗前暗钱就是点睛吼，点睛好，点睛。好，敢若咱之前有看过，毋呃，过应该有吧？这个我袂这应该是有，捌。嘿嘿，应该是定定出现。好，
对，咱暗找钱，找一遍，看一遍。嘿，暗钱当然，嘿，我若看即句即个词，我就想到嘿，圣经内底，我等下甲你讲伫对。我特别看即，我就想到一句话吼，等下暗钱参详，暗钱太暗钱就是恬静啦吼，暗中嘿，偷偷啊秘密吼，叫做暗嘿，钱。是，看一下暗钱，嗯，咁就是就顶悬咁就是顶悬中，嘿，我讲即了，是迄嘿，是即个，嘿，但是伊用伊两个，有例句，嘿，伊用迄两个汉字，但是有例句啊，咱不看。来我，加，是嗯是是，嗯，好好，暗机台戏，好，暗钱嘿，嗯， ，OK，暗钱呢，伫圣经内底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玛利亚先生叫约瑟嘛吼，我见讲因即个也未娶过门的即个某，嘿，即个未婚妻嘿，有心啊，嘿，伊就想要暗钱，甲伊即个婚约要嘿，甲，配调吼，对，我煞袂记伊安怎讲，要暗钱要甲即个嘿，要甲离掉就对啦，但是伊安怎讲我煞袂记，稍等下吼，暗钱，来查一下，巴克利版新约圣经巴克利版。嗯，等下我查一下，巴克哇，即么遮侪版本，我找无巴克利，那遮侪版本。那无巴克利版，哦，遮嗯，巴克利，呃，嗯，四本福音书应该人有啦，对马太福音书出去哦。毋知第几章？当希罗的时候，所已经出世伫犹太，所以已经出世啊。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出世，基伫下底。伊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老，还未娶过门，就对圣神有心印。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毋爱显然办伊，暗算要暗钱会亲。会情，好，所以这个暗钱，我应该是伫遮第一道看到，暗钱会亲吼，想要个暗钱会亲，就偷偷啊要甲即个亲事要甲会掉吼。是，所以这个我看了暗钱，我就想到遮吼。是，好，咱继续。好，继续好，好，暗钱基督上帝，求主照顾安领，求主看顾我的欠亏，了解。好，你第一段干嘛来读一遍？对，稍等下吼，我看，highlight 这个经过一个袂晓，你敢知？我唔知影 Google 的即个功能是伊迄个 Zoom 的。Zoom 的功能哟。嘿，应该有啊，啊毋过，嘿，我无熟知，甲 Zoom 无熟知。我这是毋是会使？这是有，我有看到这是你画的线，啊毋过就是线会出现几若秒尔，嘿，结果想安尼迄个，嘿啊想，拄则迄个线就会使啊，有特殊吼。是有看到啊，批囝去了，
转来房间，暗时祈祷上帝，求主照顾安命，求主照顾安命，求主看顾我的欠缺。咁咪繼續後一段。 OK， 嘅視力忽然又變摕輸流批來，好，迄個輸流批，輸流摕輸流，咱來查一下。輸流批，輸流批。輸流，輸流，就是字語叫做掛號，台語敢是安尼講掛號？是，好，有沒有這隻句說不出來？係啊，網絡，你敢是用台語頂迄個網絡足慢的，我是用找台語找到的。是哦。咁台語頂的，伊迄邊伺服器有啥物問題啊？是啥物？輸流。哇，這個用找台語就找有啊。輸流。哇，出問題啊！輸流。輸流，哇，就是掛號。嘿，哦，你開啥物？卡起多啊？咁是安尼？卡起多咩？佇倒邊上來他。輸流啊，伊無解說，就是輸流。就是寫迄個字。卡起多咩？卡起多咩？卡起多咩？嘿。小等下吼，咱查一下。係啊，卡起多咩？但是這即馬應該日本人嘛無安尼講啊。啊，來看無？我以為日本人即馬嘛無安尼講。敢若是哦，卡起多咩 registered mail。嘿。敢若閣有呢？哈。閣有。係啊，有啥物查卡起多咩無？我是用 Google 找的。哦，卡起多咩？係啊，就若是 Google 就找到一寡，若是日語講日語的 blog，也是留學生的介紹日本的迄個寄批的系統。我來互你看賣一個。你敢有看到我寄一個迄個互你？有看到，你找到啊？嘿哈。咩安尼講？郵便局啊！嘿嘿，台語郵便局，日語郵便局。真正他們因夠利用。係啊。卡起多咩 ？OK。看起來敢若是較貴的款吼。都掛號啊，都安尼。係啊，毋過台灣的掛號嘛是真俗，但是伫美國就較貴。哦。啊，伫台灣就是若是寄包裹。40係啊。OK。好，繼續就是好，郵便摕輸流批來，閣是硬的批籠，了解。內底現銀5張票，了解。也有老母的批講，我的囝今生受災是啥物意思？我的囝今生
收收栽，栽、收支、知悉啦，嘿。了解了解。我相信是这意思啊，因为敢若看这汉字，看这字药啦，但是我药就是敢若这意思尔，收栽。栽，好。词典无连做伙的词好，啊，毋过知影意思就好。收栽好，我有接到你的批，拍算你有欠应所费，我寄5块钱互你，若有接到则甲我回批，免讲一句，免讲一句。我毋免反复，若是着说你照顾身体，打平安，出外的老母囝。好，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好来，推夹，对吼。过4日，忽然邮便摕输入批来，佫是硬的批笼，内底伫现银5张票，也有老母的批，讲我的囝真心受灾，我有接到你的批，拍算你有欠用所费，我寄5块银互你，若有接到，则甲我回批。免讲即句，我毋免反复。若是着细字照顾身体，打平安，出外老母囝。收到一个，就是尾啊算来第3、4抓迄个，若是着说你，迄个若是，这个所在是啥物意思？应该是如果的意思，若是。若是我今日捌查过，我煞袂记迄意思吼。这只毋是意思啦吼，若是着说你拢是意思是讲，那敢若但是安尼啦，毋过啦，哎，好。查看觅看有查着，因为这一定有修理。伫巴克的圣经甲即个教会用足侪吼。哦，好，那是用即个用法对无？对。好。若是，毋是即个意思吼。伊若是毋来着去叫你拍算，若是安尼我轻。这啦，有独独简单。独独简单，嘿，我拄则讲，若敢若 but 有无？伊个汉字就是若是，嘿。就是好，了解。应该是，但是汉字是写毋对，应该是即个。等。毋是哦，伊是若使。哦。这才对。这第二个。是，等若有独独，好。这是 if 嘛，吼。是。这是 only。only， 嘿。所以即只是若是着细字吼，但是你着细字吼，多多你着细字照顾身体安尼。是。简单。简单。好，若是好，安尼了解。敢会继续读后一段？咱继续。医生读到即句出外的老母袂紧滴目屎过落来，毋是目屎过落来，好。过落来，嘿。伊为着我去到遐远，好，这段短干嘛来？是来读的，后一段才我想看嘛，即个第7声变调，像那个573
加第过，就是变加第三声过落来。过落来，嘿对。人生读到一句出外的老母，袂紧滴目屎过落来，伊为着我去到遐远。好，继续，好，后一段。过一礼拜，有人咧叫，真心恁老母来，真心听见，是真心听见，真欢喜，就出来迎子，老母见面的情，某囝袂禁得流出欢喜的目屎。好，其他拢了解，啊，毋过见面的情，迄个我拄则叫是讲见面，就是见面的情。哦啊，好，无代志，安尼了解，差不多了解意思。好，可能的情，就是见面之前的意思，敢是？敢毋是？这个实在是是啊，我拄则就是无了解，我嘛毋知伊到底是咧讲啥。嘿啊，敢是讲应该就是讲，伫伊见面，这见面之前就流泪水，也是讲见面的时阵。迄个情况，伊若是查字典情，会讲是头前，也是情况，所以讲就毋确定即个所在是讲倒一个意思。查一下情理到底是情理吼。OK。当然是这两个较可能啦，但是到底是对一个，我就是看无咧。系啊，我拄则嘛是哪读就是毋确定是啥物意思，感觉怪就是系啊，真有疑问。从旧年到当，我从早就知，所以是这见面的情。系啊OK， 回题两个拢会使啦。系啊，头前也是情况拢会使，拢有可能吼，拢讲会通啊。好，继续吼。见面的情，某囝袂禁得流出欢喜的目屎，可能真心的老母，正手的无名仔，无名仔了解，无名仔洗拿头念着毒，了解，煞互医生太，太，这敢是印无像，这个印无啥像是第二声还是第五声太，煞互医生，敢若第五声较讲会较通吼，好，太了。后壁迄个嘛是应该是共一个字啦吼，台啊，应该是台吧。我看第五声较对，抬了搁再抬，落尾抬到剩一支砖头仔骨，甲遐个筋其有的皮挂了，哇塞，好就可怜呵。好，安尼差不多了解意思。好，面拢乌达，面，这面就是扁，
免变调吼，读分应调。该免。好，面拢乌达，失去几若摆，失去几若摆，你到未做工。这个我唔知影意思。面拢乌达，失去是啥物意思？失去几若摆，就是迄个面，敢就是讲迄个志勤的面。迄个失去咧，失去几若摆。唔知呢。来看失去。系啊，失去。找到一个讲有虚脱的意思。原来是安尼。你查倒位讲虚脱？第二点有修啊，失去。迄个汉字就是写失去，什么去？嘿，第八声哟。无啊，是第四声。第四声。嘿啊，是第四声，去第三声。直接查这个书个有。嘿啊，失去。有连做伙。失去啦。OK， 好，失去。好，安尼了解。面乌达失去几若摆 ？OK， 我来画一个。失去几若摆，你到未做工就坐火车转来，敢若咱惯是读轻声吼，转来，嘿，坐火车转来，伊若要叫伊写是转来。转来，嘿，受着囝伫中学，就调工活来看，活来看好。虽然今生是15岁，要顾志勤疼伊哪准疼细汉的囡仔，伫车头买倒一包好食的麻糍，好食的麻糍，用一手摕来互精心，因为要一手用好捌地，和其他拢了解，迄个好歹是啥物意思？好歹。查这个，毋捌听人讲。我相信伊是白手的，包手的什么物件，包上空喙的。好歹。好歹。找无呢？好歹。毋对。好歹捌。无啊。找无？看觅好歹。台语敢有？找无？无。好歹嘿啊。好歹捌地。是啥物款的歹？无这物件。嘿啊。无这物件。好歹。啊是。好歹嘛毋是好歹。声调敢爱变我看觅。好歹。用台北的。若是用迄个，我用头前迄个，第一个用星号，第二个用带第二声，伫第二找无，毋过伫找台语有迄个1973年的 Embry 大英书店有收一个绷带的意思。我看觅讲会使 share screen。对，安尼找。
啊，毋过迄个好是伊是首好带第二声第五声好带。哇，今仔日毋知什么代志，加班。对啊，反正是迄个伺服器有问题迄款 server。啊，毋过也是有可能是即个结果伤济啊，伊个爱较济时间来走。是哦，我遮无收啊吼。好带，我来看。因为我咧想讲，即个带有可能是收迄个白话音啦。白话音。大 S 大，应该是大。暗大白大，无啊大，无大，再大。我是要看有好大、好大这方面。拢无。敢若只有用台经的书店才有收会款。而且自大个你无得你有查着就对啊，无得用。爱 share screen 互你，啊毋过。等下吼。无伊收的 Q， 伊收的声调毋是第二声，伊是收第五声嘿。毋知敢是 Q 口差，抑是即个音所在毋对嘿。我查无。因为我看伊的 Q 口，伊敢是收长的音 HOO 迄款 HOO 好带。好，一个是收第五声，另外一个有收一个第六声的好带。好带。就是无听，嘛是无听过即个词，啊，不过若是即个解说伫即句话意思就有通。对，但是好。我就是正经拢无听过即个词。我看对一个汉字。伊无写汉字呢。我咧看有可能是对一个汉字，因为狐狸。好带。看起来都无一个汉字会写的。系啊，好带。好。好带。真正是毋知意思。安尼若好带即边，家己店无收啊。遮代理就敢若即寡尔。无好带。带是倒位来的音？因为即个代理嘛，就奇怪，因为代。因为敢是日语来的？因为若是带爱用汉字对应迄个汉字带，另外一个共款用即个汉字就是内裤带，啊，毋过迄个内裤带是日语来的词。对。因为即个代理吼，嘛无迄个意思啊，内裤带，无得查，这边都查。敢若是呢，好带，若是用迄个英语甲日语的词典去找，伫英语变伫即个意思，伫日语就叫做好带。伊个汉字是写包带，迄两个字。你讲安怎去查？
英用英语甲日语的词典，我无咧用词典，啊，毋过就是我用 Google Translate 英语的 bandage，就是日语讲是好带，用 Google Translate 就对了。嘿是， ANDAGE。嗯哦，OK 嗯， OK，安尼就会当理解。嘿啊嘿啊，这日语的，是读做好呆嘛。嘿啊嘿 OK，啊，所以是对日语的音来啦，啊，实在是哦。袂，我想讲安尼加有迄个对啊，就像迄个内裤带迄个理路共款，伊会讲好的。，OK，所以这声调看你要安怎写拢会使啦，好带，反正就是好带就对啦，就是这个汉字写包大，嘿，包大日语的发音啦吼，好带。是，若是用嘿啊，若是用即个好带，即个日语去 Google 嘛是有找到真侪结果，好带，嘿，哦对啊，伊的汉字嘛会使写一个绷带，好带，嘿是好带，好带，用好带北地。用好带北地，嘿嘛是讲会通日本时代用日本音，嘿，啊，感觉继续因为好带吼，是，足趣味的是讲，你若嗯看到就是日语词吼，嘿，用汉字写吼，有两种读法啦。比如像有时啊读日本音好带，有时啊读台湾音输流，啊，所以伊就输流伊就无去读什么读去多咩啊吼，就读输流。所以这嘿啊，趣味哦，就是你有时啊就爱读这台湾音，有时啊读好音哦，啊是，看情形。讲迄时阵人的惯势是惯势安怎讲？哈？就是看迄个人对对的惯势，对对对，甲即嘛嘛佫是安尼啊，有时啊你著看，有时啊著读台湾音有啊，有时啊著是读好音安尼。啊，你若读台湾音吼，一般你若写做白话字，其实足好认的，因为就是你就是汉字的读法嘛。啊，但是你若读日本音，哇，这个歹摇啊，你要安怎去摇这好带，我哪摇会着？除非你知影日语就叫做好带，无其实永远就摇袂着。但是因为敢若是咱即摆已经无咧定定咧讲日语啊，所以讲就无遐尼熟就是咧悉日语，较早有留落来啦。落来才会你古知，代啊，嘿啊，嘛是个安尼讲啊，但是有诶就无安尼讲，有诶就是直接读汉字诶台语诶读法，像嘿像像迄个出张，当然即嘛较汉诶人讲啦吼，出张，啊是讲我想看讲啥，足多啦，其实一时也想袂起来，足多啦，就是日本诶讲法的台语摕来用汉字直接台语音发音安尼，嘿是，拄则主流就是。主流真明显，邮便局嘛是啊，变是，嗯，好，好，感觉继续。对，好，好，因为要一手用好带八地，好带八地，吊吊伫行前，嘿，安尼了解，完全了解。见面的时照顾叫戆囝，你有平安无？真心消看老母消散的面，痛疼的手，犹顾疼囝到安尼，心肝非常感激，就应一句上帝照顾我。嗯嗯，咁啊来读一遍。哎，我这段才长哦，系啊，做长诶。对，嗯，哎，真袂使位，嗯，过一礼拜，
有人得救，真生恁老母来，真生听见真欢喜，就出来迎接老母。见面的情，某囝袂禁得流出欢喜的目屎。我相信这是头前进前的意思。是，要袂见面就已经欢喜，欢喜家，是。即嘛讲话是讲袂像见面啦，吼。袂像像见面，目屎就滴落来，吼。袂像见面，即个，袂像。这嘛是第七声。因为讲袂像吼，嘿。胸口，无收哦。咱来看地名，敢是手牌的胸口，袂像，那无腰背的意思。真正无收。袂像地名。真正无袂像啊，像是第七声吼。我看。敢若嘛是无。嘛无收。背腰背，无收。我咪讲，OK，继续讲啦吼，我无收到无法度。我等下我用。敢会有迄个袂情，毋过咱是袂情嘛是对，袂情嘿。袂情嘿。嘿对。即个袂情第二点就有收袂情见面。伊是第五声。无情是五声嘿，袂情。袂情讲就要行，袂情食就要食吼。是。听起来就甲你讲的意思。对，我的意思是，但是咧袂情 ，OK， 袂情是有啦，我嘛捌听过啦吼。袂情，这定啊，这是足接讲的事啦吼。袂情学就想要飞吼。是。袂情学行先学飞吼。即嘛讲我较难，我听是讲袂情行就想要飞吼。袂情赢先成输。袂情生囝生好命吼，袂情食三日青菜就要上西天吼。青菜吧，是凊彩。凊彩。袂情。小字遮。这应该是青菜。青菜。袂情，袂情，我可能汉字袂情，无。看安尼有法度出着。袂情嘛吼。袂情有。OK， 好。味情啦吼。见面的情，某囝会袂禁止流出欢喜的目屎。可怜真生的老母，正手会
无命知，西拿豆染着毒。因为有讲嗰個西拿豆，這個西就是安怎講，就是漢字是迄個生疏迄個疏啦。嘿是，嘿，西拿豆嘿，嘿 ，OK。刷好醫生抬，抬了搁再抬，落尾抬到剩一支砖頭仔骨，甲遐個筋，其餘的皮掛了了，面容烏達，失去幾若擺，至到袂做工，就坐火車轉來。就坐火車轉來，想到囝佇中學，就調工我來看。雖然真生是15歲，猶舊至勤疼伊拿準。疼細漢的囡仔，佇車頭買倒一包好食的麻糍，用一手摕來互真生，因為還一手 stop， 還一手用好帶北地，吊佇行前見面的時。照顧叫，講囝，你有平安啊？你有平安無？真生看老母消散的面，燙疼的手，猶舊疼囝到安尼，心肝非常感激，就應一句，上帝照顧我。好，嘿，咁咪繼續後一段。好，繼續。講了，真生就帶一樣來面會，好，面會至勤的意思。面會甲伊講，上帝替我備辦新小弟，就是伊。老母歡喜到袂顧得。這袂顧得是歡喜到袂顧得，袂顧得是歡喜講顧不得，袂顧得。對，就是安尼。了解。好，講咱這個詞就拿華語相款吼，毋是干那歡喜啦，即濟形容詞攏會使用這安尼講吼。袂顧得，好，啥物到袂顧得，好。要轉去的時，甲因講。恁兩個着相疼，了解。又講毋是緊講，好，你打轉去，你打轉去，着趕緊互醫生顧護好，了解，顧護好，免得阮佇遮咧煩惱。3時就去，迄個3時就是休息。休息是啥物？過時啦，過時。告辭。了解，好。原來是這個意思，好。過時。3時休息攏會使。了解。3時就去，好，記好啊。好，3時就去，真生甲一樣送伊出門，有真毋甘的款式，這段應該結束啊，就死就算後段哈，這段。不要緊，甲頭了好啦。
好啊，就用这这样。上尾一句啊，是，上嘛尾是上尾一页嘿是大嘿是好。正亲像诗讲，真心在哦，时常是真心在恶，在恶时常报在道恶在在恶，恶嘿在恶，伫学校的意思吼，是在时常报道咧，报道在恶应该是你学习的做学生的学习时阵啦吼，在，等下来在看看觅，嘿，在恶迄个报道。就是进行宣告报宣告，道，宣告的意思，好嘿了解。时常报道两公太阳做定了解就是讲因去宣告的意思，因时阵的代志。好，艰苦辅艰苦辅助辅助辅助嘿，辅助是啥物？辅助辅助啦吼，帮助，好了解辅助。安心挖口，了解。疼痛爱讲白真，是疼痛爱讲白真，嘿，咁是安尼，就是爱读本条，是疼疼痛爱爱，嘿，疼痛爱讲白真，是是苦软弱心神勇惊，了解。兄弟三疼扶持这个就了解扶持。老母疼囝，忍受痛疼，减无着纪念伊。安尼了解意思一两一吼，纪念伊。咱感觉讲惯势是讲轻声吼，纪念伊，不是纪念伊。嘿，好，安尼了解。在学来查一下，看这个书，在其实那是用华语嘛，有讲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在学，嘿对，就是做学生的事。报道宣告，不行，无无这个书，安尼是了解意思。看出来个有无？啊不 ，OK，我来我念一遍吼。好，讲了真心就带一阳来面会，这个面会吼，我细汉时阵上接听到就是去看你做兵的人叫做面会是，对，我细汉先听就知影讲就是要去甲面会，但无就是去看做兵的人，无就是去看做家做家的人，是我拄则嘛是想到这个就这两个嘿。是来讲，上帝替我备办新小弟就是伊，老母欢喜到袂顾你。要转去的时，甲因讲，恁两个着三疼。因讲好，你等转去，着赶紧互医生顾好好，免得阮伫遮得烦恼。三时就去，真先甲一阳送伊出门，有真毋甘的款式。正亲像是讲正亲像诗讲，而且若敢若迄个古早你，古早咧，也是咧，对，中拢会最后这个中会小煞，对，真先在学，时常报道，阳光太阳做阵，艰苦辅助，安心瓦靠。
疼痛爱讲袂尽，身躯软弱，心神勇健，兄弟三疼扶持，老母疼囝，忍受痛疼，兼无着纪念伊。OK， 好，咱到这。今仔日拄好这夜读煞，后礼拜就为后一夜，嘛是新的部分，新的部分，新19章，真19章，我捌伊，我捌伊。是。我开始伫，我最近开始咧读迄个1923年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历史啊，吼。就是咁好看，睇迄个历史。我感觉读个真趣味吼。我其实我是伫 club 念好听啦吼。啊，我想看用这个 room 甲录起来。啊，我有刻伫我 Facebook， 你有兴趣你再听看。好，了解。我第一道的时阵无录起来，第二道我才录出。我放的是已经算是第二道啊。好是。啊，真趣味吼！到时阵咱再来斗阵来读吼。你过敢就是甲我读，敢会感觉真重复，也是你感觉安尼好。我嘛是有，我嘛是有兴趣，若是你无去嫌，咱就到时阵会使斗阵来，过来互我读一摆。因为我嘛是对历史真有兴趣。你若有看影片，咱就会使斗阵读嘛会使。但是即摆我惊讲占你时间，因为无啊嘿。一礼拜佫加一段，我毋知你敢有用，因为我是差不多利用差不多礼拜四来读啦。我礼拜四就是礼拜四的暗时。我拜一。礼拜四暗时啊！我想看嘛，我只礼拜四。你的礼拜四暗时就是我拜一的早起。我礼拜日时啊，礼拜日时啊。日时啊，就是我的暗时。毋过礼拜暗时。我的礼拜暗时嘛是无用。咱约时间啊，这袂要紧，咱要使另外时间，这毋是。要是讲，若是你这个时间就是拜三暗时，你的拜三暗时，若是无介意，咱使感觉就是较长的时间，就是头1点钟读咱读出世数，也是第2点钟读迄个你讲的历史。教会历史，看你感觉安尼敢会用字？会使，只是。毋过我就无啊嘛，是占你时间。袂，安尼嘛会使，咱即个时间拢读嘛会使。好，我就要来读迄个，我看我进前你进前已经有甲迄个档案互我。是。有看到啊？我看卖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诶。我看嘛，你即嘛若有用，即嘛来。好啊。好啊，安尼真好。你讲你家己是读到第几啊？袂要紧，迄无重要。咱自头来开始读袂要紧。来，我先等你。等一下，我来开一个笔记。我开一个档案机吼。真趣味。对。我真正伫内底学着足侪物件。系啊。若是干那白话字啦，佮历史。我感觉安尼就好诶。等一下，我来。用即个档案讲咧。北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历史。你若选着，咱就开始。等下要袂，即个我的问是要来存档要安怎讲？要袂存档哟。我看嘛，即字汉里面读存还是存？也是就是，若是直接读英语，也是日语
你知唔知啊？咁樣西湖，西湖東岸，主要是这个汉语啊，纯啊，对啦，拢会使啦，纯拢会使。为什么无甘字典？甘字典竟然无收这个，就这里，咁是白个字，好，唔知呢。纯拢会使。纯，好，咁咪睇試下，我這裡好，好，為頭書開始吼，咱对方面开始。呵呵，北部回啦，係啊，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嘅歷史，我看埋這個細字，較細字，或者这是希年，这是应该是紀念是啥物？紀念紀念吼，紀念紀念就是4年啦。4年是什麼？就是譬如講公元2000年就是禧年啦。哈？啥物？公元2000年嘛是禧年啦。公元哦啊，了解。這應該是禧年吧？無清楚是倒一個音啊。因為剛才寫出 HI 應該是禧年，等下咱查一下，我等查。這是第這個聲調我看無清楚。可能是應該是第一聲來看吼，第一聲，第5。禧年，有呢，係啲，毋過啲找大記有迄個1973年 Embry 大英書店有收。哦，就係找大記有就對啦。禧年。禧年Jubilee。1923，為什麼叫禧年？我嘛，伊就是禧年紀念簿編輯嘛。編輯是啥物？編輯哦，編輯。哦，對，編輯。應該就是編輯的意思，但是我叫編輯。編輯。對呢，編輯，伊講是為日記來的。編輯。原來是安尼。哦，禧年紀念簿編輯。是紀念簿編輯。台北印1923。北部印應該是印刷的印。啊，是印，第三寫印。是印。是印1923。北部中會啥物？北關。我看嘛吼。會北部中會我知啦吼，但是中會罷館這什麼意思？中會罷館是啥物？唔知。查一下這個罷館罷館。是第8聲還是第4聲？看起來有第8聲的聲調。我是第8聲，但是無咧，查無咧。查無，咱看找第幾講有，找第幾嘛無。這到底什麼意思？啊是印唔對去？印無清楚，看無伊原本的迄個字。中會。北部中會我知啦吼，因為基督教中會是啥物？中老教會因嘅組織就是分安尼，就是分做小會、中會、大會。哦，了解。第二點有收中會這個書呢？中會嘛是就是有解說，就講是基督教嘅迄個組織。中會是幾啊長會組成嘅管理機關，就是幾啊小會扣起我來，個一個中會安尼。啊，幾啊中會扣起我來，個一個大，我唔知伊叫做大會還是大會吼。攏會使理解。喺當陣就是即嘛，敢若是分做北中南3個大會還是中會，我嘛唔知。我無解釋啦吼，我唔是因教會人，無解釋。係啊，我有講，這敢是伊個腔調迄個符號無
应该无够清楚，因为是第5声是八个腔口，北关也是啥物关？北部中会，关你看伊拢甲4个字拢用hyphen 连起来，连2号连起来，中会北关，这什么到底什么意思？是关。等下吼，咱查一个管理，看会当找会着袂？头前迄字是看袂介清楚。无。霸权这当然咱知啦，但是绝对毋是这个意思吼。我相信毋是这个意思，所以别个个无啊吼，所以毋知到底你讲啥。你若是找白的音，来关敢有其他的腔口？关哦，关就是2字嘛吼，一个是关，一个是权。关系。嘿。我看下，才是 H， 无毋对吼 ，PAH， 敢是 PAH？ 对，但是看卖啊吼。无，这个管理感觉别个音，我是别个字啊，我相信是无的。但我看除了另外一个是，就是海，就是是啊，落土，对，叫做管，其他的管就较罕咧用啊。嘿啊，迄个若是爸是啥物意思 ？PAH 第8声。饱就是食饱的饱。无即字咧。嘿啊，我想讲，敢有可能这其实毋是 PAH， 是 PA 另外一个字母啊，迄个字印无清楚。毋知，真正我看这译袂出来，这实在是毋知。主要是咱对组字无熟，所以无介清楚。你若知影中会什么关？系啊，但是伊迄个组字的组字，真正毋知。要紧咱人过好啦，有机会再来问基督教会，看基督教会人知无？嘿，敢有听过北部中会？好，敢要继续？对，后一啊。我想到啊，板管哟，毋是，板管，啥物伊叫做中会板管？板管，就是板管是即个中会所有的。我相信是板管啦吼。板管。对。板管敢就是 copyright。对，就是 copyright 叫板管啦。是。这个 H 就是 N 啊，应该是 N 啦吼，板管啦。是。我嘛是之前学足久的，学袂出来，到底这把到底什么意思？看无，但是若板管就理解啊。结果个第2声。对，管摕掉，板管，就是这板管嘛。是，系啦，安尼就讲会通啊，再讲是。北部中会板管啊，我相信是，因为这就是板管业嘛，应该是。是啊，好，安尼就了解。好，咁继续。后一个就是头书。好，因为说教伫台湾北部50年久，侪人不知无了解，无爱知早年教会的代志，所以举办这本册。这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的说教的事，早年说教的事。现今教会的代志有讲较少，
了解。因为今年要做鱼年会，鱼年会，是鱼纪纪念念会，吼，纪念会好，纪念设到50年，所以所讲较侪是干涉地，你敢是地？干是涉干涉地初设到的时代，时代也是时代，是时代，两个拢第七声，时代，时代，时代，安尼好，吼，咱即嘛惯势读第5声啊吼，讲第7声我嘛毋知。嘿啊，我来查看觅时代，无，大字典找无，看敢有其他的书店敢有，可能是印着，我咧想，就可能太薄的。嘿啊，嘿啊，嘛是有可能时代，嘿啊，找第语嘛是找无，应该是应该第2声才第5第5声才对。声才对，第5声就应该有，我来记一个时代，好，记好啊，好。后壁迄个啥物字啊？应该是大吼，大是大，大五望即本历史有利益的所在，历史部会，台北5月1日1923。好，一般台湾人的读法是1923啦吼。对，应该是人文言音，好，对，读册音，台湾人惯势用读册音去读数字吼，好，读1923，阿拉伯他迄个年数代字，是。包括读迄个，比如讲读电话号码，嘛是用读册音读。册音嘿是。啊是讲即马我即久无听人用读册音读电话啊吼，问你讲电话。是哦，敢是哦，我想讲我进前若是伫迄个电台，也是啥物听人报电话，也是报啥物号码，是拢嘿啊，电台拢是讲拢迄个读册音，啥物1900啥物。即嘛私底下问你电话几番，你会报啊？阮兜电话5555偌济吼，还是讲973吼偌济？嘿是，足少嘿啊，因为你安尼报，我毋捌，我已经足久无听人安尼报电话号码啊。除了电台啦吼，除了电台。嘿啊，因为我较常听人讲电话是即个号码拢是伫电台听的。系啊，所以讲印象中嘛是讲嘛是。年报即个年份嘛是拢读这年份嘛是拢用读册音嚟读吼。好，来，我甲头书读一遍吼。好，因为设教伫台湾北部50年，我先说位吼。因为设教伫台湾北部50年久，侪人不知形无爱知早年教会的代志，所以有备办即本册。即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设教的事，现今教会的代志有讲较少。因为今年要做禧年会，纪念设教50年，所以伊的禧年就是因为今年设教50年，对，所以叫禧年。所以所讲较侪是干涉伫初设教的时代。大五望即本历史有利益的所在，历史部会台北。是。现袂惊。历史部会台北啊，台北嘿。好，那就56。对，台北5月1日1923。OK， 我其实吼，我迄天他就讲着吼，因即个头一个来宣教的，长老教会头一个来宣教的，应该是马雅国，但是我毋知因即当阵北部
伊是中部哦，可能已经合作伙啊吼，因为长老教会来台湾宣教，咱莫讲荷兰时代吼，就是日本时代，不是日本时代，就是大清的时阵吼，清国时代，先南部先来释教，过来则是马街伫北部，但是因是无共系统，马街是敢若是加拿大款，哦是，我煞袂记，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英国的吼，无共系统。所以因这个南北两个这个长老教会是后来足落尾才两个才合做同一个教会。嘿是。这当阵已经合作伙了，我嘛无解清楚吼。就是讲起讲头一个来台湾释教，其实我要家己嘛做犯个错误。头一个台湾释教的基督教新教，我即马讲新教，毋是旧教，毋是马雅教，应该是荷兰时代头一个。头一个牧师叫啥名我一时也袂记吼，就是荷兰时代啦吼，应该是搁较早200多年前的代志。是。后来才转去200多年，再个后来因这马雅教再个来安尼。好是。咱搁继续，这牧六个难过吼，牧六。嘿嘿，好，当然。是要来读一遍，知影伊要讲什么代志，好，咱读一下牧六好啦。好，第牧六，早时，这个可能就是第5声啦。好，早时正治甲风俗，了解。该牧师。所以该牧师就马街啦。是该牧师。好。头回什么孙家、信家，这个应该是信家，应该是信，我相信信家。信家咁就是 saint， 唔是 believer， 信 believer 哦，信家啊，了解教徒，信徒啊，信徒，了解信家。了解，迄个头回哦，头回就是头起先来，应该是头一摆啦。但是头回唔知只看内容，就知伊讲是你讲啥。头一摆或者是头一摆的，头一遍或者是头，上最初啦，上初的迄个信家信徒。你了解，好，继续。set 到诽谤。set 到诽谤啊，诽谤了解。set 到什么？好，这个我爱记一个。set 到诽谤。等下我来记一个吼。就是因初来传教，拢去用，互人诽謗，讲歹话。拢去用拜帖啦，拢无啥介意来传教。是。好，继续吼。台北释教，了解。台北释教，台北释教吼。台北释教，宜兰释教，了解。医生馆，医生馆就是病院。早年传教的方法，了解。新学校，新学校，嘿，新学校，就是即马讲的新学院，神学院，新学院，对啦，新学校。新学校了解。后一个是淡水女学院，互查某囝去读册的学校，咁是女学院。法国拍台湾，了解。就是淡水嘿是，伊人乡，嘿啊。嘿是，后一个是金钟的会友
我相信是声调走去，应该是静中啦吼。静中应该是第7声吼，静中的会。无静应该第3声。第3声。嘿，嘛是毋过变调就变调，静中，就是毋是静中。是第3声，静应该第7声。第7调变第3调。对。静中的会友，嘿，安尼了解。头回本岛牧师。头回本岛牧师。本岛牧师，所以岛毋免变调啊，本岛。本岛就是台湾在地的牧师，嘿，牧师开始拢对外国调，为外国来，嘿，安尼了解。家己开始识牧师有家己的，家己培养牧师啊，就是头回的牧师啦吼。所以头回应该就是头一摆无对啦，嘿，初啦，初头一遍。好，了解。好，继续是好。出来应该迄当中也未含南部，可能也未合到，所以拢讲合作会也未合作会。嘛毋对，因为这个咧北部教会历史吼，所以歹讲啦。嘿是，就是专讲咧讲北部的部分。对，无讲南部嘿。好，继续后一个是中会，了解。后一个独立毋是教会，独立教会的延吉了解啊，延吉到独立教会的延吉。后一个什么会？宣道会，好，宣道会了解。后一个传教士高管养老会。什么养老会？敢是孤寡。好，这个是我记起来。高管养老会，原来迄个时阵就有这款的组织。这个书即马敢有在用？嘛是有啊，就是，但是较高管较罕咧人安尼较罕咧用着啦。官夫可能是较常用啦，官夫、高离官夫。了解，高离官。合作会就高管嘿。是高管，了解。好，继续后一个调是什么虎鸥？嘿，虎鸥应该是虎林人的学校。嘿，对，我相信。所以讲，甲头前迄个女学院，敢是差不多同款的，差不多的所在。女学院甲虎鸥。因为女学院是讲专门讲一间学校淡水女学院嘛，这是虎鸥应该是。虎鸥，就是较侪所在拢有诶。那敢若主日学安尼4个教会拢有主日学嘛吼，毋是敢若个所在拢有，较 general 诶代志。对。好，继续传道什么局？传道局应该是传道局看起嘛是一个组织。传道剧啦，戏剧。我相信是戏剧啦，但是因为声调无去啊，所以无确定，应该是啦。传道局敢若迄个局嘛，应该毋是组织啦吼，无因为我毋捌听过有即个组织，但是传道局、传道戏啦，我相信是这啦，毋是机关迄个局哩啊，应该是，毋是机关迄个。迄个局啦，毋是应该是戏剧的局啦，我相信。好，了解。他就知。好，了解。好，继续另外一个，毋是另外后一个是在团法庭。原来时代就是这应该是立纪传来的书吼，在团法庭立纪书，嘿，所以讲是一个合字汉语。大家敢有这款的这个合字汉语这个书，也是这是华语的讲法。合字汉语，那是台语就直接讲是日本的汉语。
就太厉害，日本书啦，日本，日本书，嘿，日本书的汉字，了解，继续，淡水中学校，是，了解，淡水中学啊，即嘛个伫诶嘛，淡水中学校，敢若嘿，是吼，伊是国淡水中还是中高中？学因敢有另外个设哦，大学就是真理大学嘛，哦，但是经理，敢是经理大学，对对对，是是是，就是了解。伊即嘛大学部就是真理大学啊，中学个是嘛淡水中学校个伫淡水中学啊，水中学，安尼了解。然后后一个宣教师了解，宣教师，宣嘿，教师，嘿对，诶，后一个网甲教会的连结了是，解。这个你感觉会放在第五写变第三写连结，连结，延吉，嘿，延吉，连结，好。嘿，后一个大会了嘿，解，后一个教会的进步了解，后一个喜年纪念会了解，希年啊，吼，应该是变掉希年，变第七声喜年纪念会了解，后一个五五五牧师的小段，嘿，五牧师的小段，嘿。小传哦，了解，伊个五牧师应该是，敢是较重要的人，较重要。五牧师我毋知对一个呢，嘿嘿，到时看，到时就知影。嗯，好，安尼了解。大会啦，吼，中会、大会、小会啦，吼，因的组织，是讲读册营大会。是，了解。所以你敢要来，嘛是来读一遍。好来，我甲即个目录读一遍吼。早时政治甲风俗，我用这个摄影，到时阵录影的时阵较看会着啦，我这有时看会着吼。该牧师啊，头回的信假，涉毒、诽谤、台北涉教、宜兰涉教、医生馆，早年传教的方法，新学校、淡水女学院，法国拍台湾，尽中的会友，头回本岛牧师。就等哈。好，中会独立教会的连结，宣道会、传教士、高管养老会，扶恶。这传教士、高管养老会就是伊个牧师有诶，后来老还是讲伊老啊，嘿，牧师娘。牧师年要是牧师娘留伫台湾，可能即做一啲照顾。扶恶传道局财团法人，淡水中学校宣教师，网甲教会的连结，大会教会的进步，希年纪念会，顾牧师的小段。好，继续。好，继续。后一个，我看卖迄个，看着这张图。看卖吼，相片是淡水新学校甲女学堂。了解。出来。但是即嘛建筑啥物各方面都伫个当去看吼。淡水新学校，淡水新学校即嘛感觉伫个，我毋知是毋是真理大学啊吼，还是台北真理大学伫倒位，我毋知呢。因后来设计的，我毋知设计倒位。知影伫淡水尔。是哦，真理大学伫淡水对无？系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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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伫淡水。
我嘛无去过，可能就是毋过就是着听过，就是因为可能淡水就是淡江甲真理两个学校，两个大学安尼。我相信就是即卖迄个嗯，真理大学可能就是伫遐啦吼。嘿是。女学堂、女学堂，哦，你学堂敢若就是后来的真，诶，我看觅，敢就是后来的真理大学，毋是？应该是我嘛毋知，咱同一个到时所在。较看，到时再嘿，知好了，再讲好啊。呀，好，我来看后一个，第一页。嘿，好，早时政治甲风俗，我记一下。好，台湾的，好，开始读吼。是台湾的行政是，行政，对，嘿，台湾的行政行政院，行政嘿，系是行政院原来是安尼行政院。好，嘿对，台湾的行政第172年的时代有说台南府了解叶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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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风厅，叶产淡风厅淡水是啥物？巡防啦吼，淡水巡防厅会看啦，我无记得即个哦，名字，迄个叶产咧，叶产。叫灿啥？竹堑城，哦，等一下，即个嘿，我无听过，爱记一下。叶产就是你无听过新叫灿？竹华堑，语有你华语有，台语你捌听过啊？OK，好，嘿是，我想你捌听过嘿啊对，叫灿，叫台灿是，语有听，嘿哦，台语你知影有华语即咱即嘛嘿啊，戏剧吼，就含咧去演嘿台湾的较早的历史吼。我讲较早，毋是讲我早之前，就是讲即个差不多100万年前。嘿是，个就是有时阵有当时吼，感觉足厌去的，就是台湾也是台湾家己本土的迄个戏剧，也是较古早迄款的戏剧，遐歌仔戏遐，拢对，会就算是演，就算是搬台湾历史的，嘛是讲拢伫咧讲清国的迄个代志，啥物嘉庆君游台湾迄个。大家拢讲是啥物歌仔戏的，系啊，拢讲是啥物迄个大歌仔戏，啥物歌仔戏的经典，也是啥物。嘉我就庆君游想讲，台湾，毋过就是拢伫咧讲清国的迄个清国的代志，叫重点，我就讲重点就毋对啊。OK，歹势啦，我即样要讲的是，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吼，台湾的电视佮电视搬即个，毋过迄搬嘛是清国的时代啦吼，台湾史，嘛毋是台湾史啦，台湾的故事啦吼。比如讲，迄当中发生伫新竹的，迄当中袂叫做新竹，拢叫做德产。所以细汉的时阵，伫咧看戏剧内底的时阵，其实佮定来听德产即个声，德产即个名。佫直接听到，因为迄当中迄个淡风是啥物？淡风听就是敢是伫新竹的？是淡水风巡防啦吼，淡风，你得要小查者，我无介清楚吼，淡风。因为我拄则书顶都找无淡风听。有啦，因为。好像是听你即个淡风听。原来汉字是安尼写的。嘿，但是淡风听声有。但是淡风听是一个简称，我相信是简称，迄本全称是叫啥？我无解。淡水顺风还是啥物风？我煞袂记。好。淡风听声，那无淡风。一参淡风听，这两个连做伙斗阵讲，咁就是讲
淡水迄个时阵是竹产的一部分，行政淡水厅，迄当阵台湾是分几个？咱规个我袂记啊，等下查者吼，几个关，几个厅。啊，台北毋是台北，伫咧北部遮叫做有设一个叫做淡水厅，管即嘛北台湾哦，吼包括即个宜兰、新竹，哦，宜兰、台北、新竹、桃园。苗栗拢是淡水厅的即个管辖，啊，淡水厅迄当阵的即个伊的官府啦吼，就算叫做伊的首都啊，是啥？伊的厅治啦吼，是设伫竹产城吼，毋是设伫淡水哦，毋是设台北吼。淡水厅迄当阵的厅治是设伫咧竹产城。好。所以为什么即只讲竹产淡黄厅？嘿，就是伫咧竹产的淡黄厅嘛吼。啊，淡黄厅为什么叫做淡黄厅？我敢无介清楚袂记啊。我是单位，行政单位。看嘛吼。淡水海防厅啦吼。应该是淡水海防厅啦吼。是。就是。我看嘛，淡水海防厅。为什么叫做淡水海防厅？我都不介清楚啊。因为淡水厅，为什么叫做淡水海防厅？因为淡水外海。淡水海防厅。因为淡水海防厅就是淡水厅啊。是啊。好啊，清代。敢有你伫 Google 敢有看到一个迄个新竹文化局诶，迄个网页。对，新竹文化局，对，你有看到？系啊，就是我嘿。这有写啦吼，淡水厅初设的时阵叫做淡水海防厅啦，所以伊一开始的名叫做淡水海防厅，后来再叫淡水厅就对了，无伤长啊、落长啊，伊就直接叫做淡水厅，所以就是淡水海防厅，就是淡水厅。嘿是，伊讲其实淡水厅城就是竹产，就是新竹上古早的名。所以讲淡水厅城就是竹产城。是。嘿，原来是这个意思。宜兰思。无再来，宜兰无再来吼。就是另外对淡水这些啦吼，其实迄当阵台北市无应该是较无大市。就是淡水伫台北这些一直规路沿路一直到遮要到台中嘛。是。台中有一角位啊，因这遮一条溪，我一条溪叫啥袂记啊？大家还是大渡溪，就是以这条溪为界。是巴是叫做啥物？头顶溪、下珠溪。不是我。桃园社子溪，不是吼。等下，淡水海防厅。彰化县淡水厅 ，OK， 先看者吼。淡水厅、彰化县、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台湾府城，都安尼尔。啊，个庇护厅，两个厅啊，几个县安尼。啊，淡水厅的县治设伫厅治设伫即只吼，新竹市。即嘛新竹市啦，较早竹产城。是。所以。较早吼，讲较等下讲着讲台北比新竹较闹热吼，所以当阵等下咱拢读会着吼，主要是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啊，伊这是讲1872年，就是对石膏迄年开始讲起。1872年，伊这1923.53就是1872。是。1873嘛吼，但是就对1872年开始讲起安尼吼。是。好，我看继续吼哈。好，竹产。淡风厅了解，伫艋舺有淡水分府了解，伫新庄有分关了解，分关归人海防厅了解。伫新庄有分关归龙海防厅。是。伫宜兰有
含糊，对，含糊，伫淡水有手臂，是。了解，这应该是官，可能是官职啦，吼，还是嘿，手臂，机关，我无解清楚吼。手臂吼，关，啊，嘿，含手臂，含糊是了解，含糊含做袂糊，系啊，含糊，来看觅，含糊，无宜兰叫做含糊，应该是虾米府吼？是，含糊，无竟然无，啊无就是即个查即个含字，含糊，含糊所以无呢，无系啊，含，OK，无就是声调无声调走去，系啊，含糊，声调无音调，我若安尼含。含，含糊，含糊有无？含糊敢有？外口含，嘛吹含无，糊嘛无，七声含糊，系啊，嘛无，提声，敢是三声？拢无啦。系啊，三四五，拄则敢有出五七八，啊拢无啊，七嘛差过啊，拢无。OK，成人歌我嘛毋知含有啥。好好，先继续好啊，继续就是手臂你知啦？嘿，手臂你敢知？手臂手臂，敢是手对臂，好，是该好，后一句裁判伫台北，这个裁判敢是裁判，就是迄个裁判，好，就是司法啦。司法官，嘿，就判决啦，判罪啦。好，了解。裁判伫台北，好，伫台北，若要决死罪，就到新竹。了解。迄时新竹是新竹比台北较热烈，已经造成了解。要考教，要考教着，这是着去新竹。考教就是就是迄个考教，迄个就是考试要去考试比较，考教了解。要考教着去新竹，叫做关啥物？关系。伊个第三声应该是声了走，第三声关系。啊，关系是就是关系吼，县市。是关系。考试的县市。县市关系啊，了解就是迄个科技的制度。对，科技制度，迄当阵嘛，1872年个清国时代嘛。是。嘿，地方是了解，地方有说总理了解，地保总理了解啊，地保叫做地什么？地保应该是保头保快，我咧有应该是啊，但是地保了解。地方的保证叫做地保。地保保证啦，嘿。
保甲吼，对叫保甲，地方的保甲叫对地。好，地方有设总理、地保、总理放刀书。放刀书是什么意思？放倒数，放倒放倒数就是投诉状啊，投就是投诉的投吼，投。即嘛大家嘛去讲投啊吼，你讲啊，甲想投就是甲什么人，就是投什么人投诉安尼就对了吼。是放刀书，啊，迄个放倒书数，倒数就是投词吼，投诉状就是倒数。解对放刀书，放放倒刀书。数就是丢诉状、投诉状。哦，了解，好。对，总理放倒书，大放倒数要查书，着吼，查一下放倒数。系啊，就是拄则找无，找无啊？系啊，无放倒，无三个连做伙啊，倒数应该有啦吼。我也无去找人分开的，嘿，什么倒数嘛吼？嘿，啊，你倒数倒顶数有倒数有，嘿，啊，迄个加一个放就倒数，诶，就有需要倒数，毋过倒数内底的类句就是放倒有放倒数嘛吼？是，原来是属伫类句内底。啊，迄个倒数类句放倒数，用下级歌字提出的新数，叫放倒数吼，倒数啦吼。嘿，是放倒数好。总理放倒数，安尼就了解啦。放倒数，大数则对歌艺，则对艺，了解。好，来我读一遍吼。这读起真辛苦啦，因为这歌词足侪，咱即摆就专有的，嘿。早时政治甲风俗，台湾的行政伫1872年的时代，有设台南府、德产淡风厅，伫艋舺有淡水分府，伫新庄有分县，基隆海防厅，伫宜兰有咸府，伫淡水有守备，裁判伫台北。若要决死罪，就到新竹。迄时新竹比台北较闹热，已经造成。要考教，就去新竹，叫做县市。地方有设总理、地保，百姓关系小可案件是对地保总理放倒数，大事则对官艺。这是讲政府机关啦，吼。好，剩4 4分钟，继续我看后一段，嘿，后一段看起来足长诶，啊，要是今仔日就先读到这，嘿，后一段就后礼拜继续。好，后礼拜再继续哈。好，其实咱已经多谢，读足多啊，因为咱有读这头书加这个目标吼，已经读足多。是。好，安尼咱后礼拜继续哈。后礼拜继续，真趣味。趣味啊！伊后壁佫讲叫做趣味代志，你看就知足趣味诶。哦，那后礼拜再继续。后礼拜继续，好，晚安。好，晚安。晚安，再会。好，再会。